苗栗花岛有游子陈文辉12月14过身，食到80岁。伊一世人上大愿望，就是把台湾文化推广出去。陈文辉少年的时参加过党外运动，捌做过立委。因为介意自然生态，41岁时创立花岛游园区，让游客当了解原里受危险的文化，推广台湾的生活美学甲智慧。苗栗县花岛游的游子陈文辉，因为肝癌，伫12月14白色，食到80岁。伊少年时捌参与过党外运动，勇敢对抗威权体制，嘛捌做过立委。陈文辉介意自然生态，加上牵手是花艺老师，为着要做出属于台湾的花秆花卡，伊就伫火焰山边仔买一块山坡地，伫41岁迄年起做花岛游园区，希望互大家了解社会的工艺和生态的美丽。台湾这个土地内底，本来人就有什么树啊，本来人就有什么花啊，本来伊的地形地貌是安怎，照阮的原来拢不同去改夹起来安尼就对了。啊，教育意义就是遮，互咱需要互下一代哦，包括迄个哦，做行行顺顺，知影讲较拜托的台湾的水伫对。花岛游园区以古厝的工法起做，内底保存火焰山特有的5叶青甲数百种原生植物。世界也通看到台湾的言语包括，嘛有环境教育课程，带游客亲身消费，了解原里的消费产业，和在地的选贵生态等等。园区的员工讲，陈文辉一生上大愿望，就是要推广台湾的生活美学甲智慧。伊希望讲，伫阮园仔内底。遮咱古早时阵祖先传落来生活的智慧，拢会使伫阮园仔内底，甲咱台湾即块土地的水，也个咱台湾古早时祖先传落来一寡故事，豆豆啊讲，互咱一代，也个咱的后一代的囡仔拢知影。陈文辉创办花岛游园区，实现家己心肝头的梦。伊的助理讲，陈文辉捌讲过，不管是虾米人伫咧，也是无伫咧，这个园区内底所有保存的物件和工作人员，拢是伊的分身，会代替伊甲台湾的文化继续讲，互大家知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